台东的地上顶礼拜才发现讲有人伫咧田边盗鸟仔，有900只野鸟死亡。母受告讲，昨是又搁发生类似案件。林保署台东分署强调讲，已经介入调查，嘛依照违反野保法，一定会追究责任。二期调走陆续8岁，暗过台东县的农田煞陆续传出有毒鸟的行为。17日，台东市郊区一个农田，后面将发现未少斑甲甲赤鸟死亡，附近阁留亲像有毒的赤鸭。因为地点属林保署台东分署管理，台东分署接到通报，已经派人处理死鸟啊，阁带回好亲像有毒的赤鸭，要追查凶手。我们已经进行了清理，那相关的基证已经送化验，那行为人的部分目前已经在追查当中。顶礼拜，台东地上嘛发生好亲像有毒鸟的事件，造成上100只野鸟死亡。暗过东部欠缺检验设备，这鸟啊食什么有毒的物质，还阁伫咧特生中心化验中。保育人士特别呼吁消费者做伙用行动反制毒鸟啊。目前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们会针对附近的农地的农民去做这个相关的宣导，请他们不要用毒饵来毒鸟。消费者应该要去注意，你买到的米到底有没有毒鸟这个状态，可以去跟你购买的那个米粮商或者是那个地方问问看，他们到底有没有防毒鸟的这个机制。台东县农业处讲，赶鸟有真侪方法，毋过袂使使用毒字。若是查到行为人，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罚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，并科20万至100万以下罚金。呼吁农民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